好，今次咧就講到第六組啊，即係 Team F 嘅情況之下啦。咁啊，之前講咗幾組啦。咁今次六組啦，叫做 Team F 啦。咁就係由荷蘭啦、日本啦、瑞典同埋突尼西亞去組成啦呢組。咁啊呢組反而相信競爭會比較激烈少少。咁當然唔係講緊突尼西亞啦，係荷蘭、日本同瑞典會相對之下會比較競爭激烈少少啦。咁首先就講瑞典先啦。咁瑞典啊，當然係啱啱攞到英超冠軍嘅射手約基利斯啦。咁首先唔好講佢嘅實力幾多先，但係你如果以瑞典嚟講啊，只係靠約基利斯同其他咧就比較要睇下佢哋排咩陣啊，到時再睇先，要睇個教練嘅功力啦。因為如果單憑約基利斯一個喺前鋒咧，就絕對不太睇好嘅。因為如果單睇約基利斯本人係英超球迷啦，咁如果單睇佢嘅實力同腳法，如果單佢教佢個人突破就會比較困難啊，尤其是喺世界盃其他強隊之下。你話反而如果有人配合佢，而佢拉空到位俾其他咧，反而個機會會仲大啲。咁但係呢一隊嚟講，佢都會我覺得佢同日本反而會機會爭第二名同個出線會比較大啲啦。好，跟住就係講第二隊啊，講日本啦。咁日本絕對係第二隊嘅亞洲球隊啦。咁啊，當然啦，如果喺韓國同日本之間嚟講，就令人睇高嘅可能會係韓國啦。咁其實日本亦都係相差比較唔係太大啦，相差。咁當然佢如果今年入嘅就有後衞，之前係阿仙奴嘅富安健洋啦。咁前鋒亦都有鈴木惠人啊。呢啲唔係太多嘅球隊，咁如果你話真係除非好似足球小將咁啊，個個都係呢個超喺中場下下都可以射入波咁啊，當然日本會俾人睇好。咁所以日本如果嘅實力發揮到嘅話，佢都可能會我覺得佢會同瑞典爭第二個機會會比較大啲咯。咁但係你話要攞第一就相對第一名出線就相對比較困難。咁當然要睇佢同埋瑞典嘅積極發揮啦。好，咁啊講翻呢一組嘅所謂嘅大熱門荷蘭，但係本人睇好就要諗一諗啊。雖然係睇好，但係你話出線要再攞到更好嘅成績，出線唔難。咁但係你攞更好嘅成績就真係我會考慮下咯。咁首先唔好講啦，首先就係講後衞就係雲迪克啦，咁同埋呢個添巴。咁添巴都係剛剛復出啦，咁我覺得要睇翻佢嘅狀態，去得翻回復幾多成啦。如果佢係恢復翻狀態 OK 嘅，反而後防同埋進攻會絕對係 OK 嘅。咁反而另一方面我諗好多人會中意雲迪克啦。咁但係我睇翻唔好講佢喺英超利物浦今年嘅成績或者點先，而係佢亦都開始年紀大。你話仲要好似早幾年有突然間去爆去做嘅時候，後衞同防守，我覺得佢絕對係已經開始狀態下滑咯。咁如果你話後防完全指意晒佢嘅話咧，就絕對係一個比較不穩定嘅因素添。你對我嚟講就咁跟住前鋒就絕對係呢個韋格荷斯啊、迪比啊，都係一個比較睇好嘅球員啦。咁當然你話今年嘅荷蘭相比之下，反而個球員睇好嘅唔係太多添。即係往時比較出名，即係可能你往時睇翻歷屆世界盃啊，有洛賓啊、雲佩斯，當然亦都係啲最出名嘅一線球星，反而個效果都唔係太好。咁你反而今年會唔會相對之下冇太多平均翻個實力嘅時候，會唔會有好成績？咁啊，當然希望佢有翻啲好成績啦。咁但係亦都希望再睇下啦，睇下佢會唔會做得啲好成績出嚟啦。不過首先我覺得後衞嗰方面要睇翻雲迪克嘅發揮啊，同埋添巴嘅實力兩邊啦。好，咁啊呢隊最後一隊咧就係突尼西亞啦。咁啊如果喺呢個嚟講啊，本人覺得反而佢可能有機會係排最尾添，即係個實力嚟講。因為你話係咪好有其他嘅焦點球星，亦都未必有。咁但係你話佢哋都好出名就未必有。反而你只係話佢哋嘅體力同絕對係可能會提高一線啦。但係你話如果佢嘅實力同埋技術，絕對分分鐘比日本同埋瑞典都
有些而稍為不及啦，所以如果你話睇好，絕對係荷蘭啦、日本同埋瑞典之爭嘅。好，咁呢組就講到咁多先，咁下次再講另一組。